講翻間房啦，我最中意咧佢係有呢一個風扇，開咗冷氣唔使開太大嘅冷氣，跟住開把風扇咧，吹下吹下，哇，不知幾舒服啊！吹吹下會瞓着添啊！ Hello, good morning。係啦，呢一個壓風嘅呢一個。呢杯嘢45000越南盾啊，為港紙15蚊啫。你睇下幾結，佢所謂叫果汁咧，佢真係冇溝水咯，亦都冇溝糖噶，原汁原味成杯。你睇下幾結，下面都未溝勻添啊！